议长，议长，议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您的卧室着火了！啊！来哥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只冒烟不着火呀？这是烟饼。烟饼？什么是烟饼？怎么会着火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好戏登场，撤！怎么会着火了？怎么会着火了？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难道等大火烧了驿站，我才能来吗？拿的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拿过来。好，你拿来吧。不是说驿站亏空，连俸禄都发不起吗？这些金银珠宝是哪儿来的？这个中饱私囊，你可知道你犯的是死罪？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大人错了，饶命，饶命！死罪可恕，活罪难逃。说旨，这些赃物全部上交国库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入大牢。大人，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大人，我错了，大人。原来是青铜，到了古代，我居然是王者了，秒杀！走，走！哎，站住！白小凡，你等一下。我